房祖名因大麻事件让人生陷入低潮，定居台北。不过他之前被拍到合体独有柯震东及好兄弟陈柏霖一起看陈奕迅后，又带妹出门玩。被拍到之后，随即曝出了恋19岁混血嫩模，私生活再次被起底。而他的旧爱薛凯琪出席活动，被问到这件事，坦言知道他有新对象，但是没有打电话求证，会祝福朋友啦。不过大家拿她跟拥有102公分腿长嫩模相比，虽然她没有正面回应，但薛凯琪说她是个漂亮的女孩，眼睛比房祖名还大，哎呦实在有够帅。尽管小房子坚称嫩模只是好朋友，没有正面回应新恋情，但是他的新对象也引起大家讨论。年仅19岁的混血女模娜娜，爸爸是蒙古人，妈妈是俄罗斯人，身高173公分，有一双美腿长达102公分，拍过许多电视广告，是广告界的新宠儿哦。